主记段。为了感谢上主基督最永远的美，天意本和我跟我天心感谢恩罪，这是上帝心所的梦，依然应该的去。所以拯救现在调整，爱我的感谢很棒你。，矫正，好，嘿，主，你拯救是在矫正，好，是这全，好，咱的白话字这个矫正，好，搁这个第二节，这是本来，这是上帝降下的梦，你要应该的去。所以拯救现在调整，爱我的感谢你。在乎所吧，在乎所。所把地上的酒，酒水不敢背去。这是上帝本心了的，带给我的圣经。这是主所标的，已经都被我已来过。看你经流我眼睛，我就得流不落。要紧，对不起，我就先失礼。哦，好，没关系，咱时间啊，这个所以咱搁甲唱。把它背起来，免跑跑的，应该可以的。好，来，你就，本来。你听我求，我唱的歌，朋友的诉说。请咱安静，准备来这里。也做平安，只是安静咱的心。今日近早起主日的礼拜，请将手机暂时关机。
全地啊，要对上主欢呼，要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要唱阿乐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要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这时，咱来吟圣诗241首，恁着感谢上主至大，来感谢咱的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同心下头来祈祷。主爱天父，阮满心感谢你，学了你，阮用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透过世间万物，日月星辰，讲起你的伟大。你也开阮属灵的眼光。圣方济主教曾说：“河不喝自己的水。”树木不吃自己的果实，阳光不会照在自己的身上，花朵不会为自己散发芬芳。为他人而活是大自然的法则。我们生来要互相帮助，不管多么困难。主耶稣也要我们切实彼此相爱。我们从出生、成长、活着，就是为了爱。活出爱，付出爱，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人生的旅程是单行道，我们没有办法将任何东西带到永生，但爱可以跟着我们进入永生。主爱天父，我嘛知影爱彼此相听，但是阮的信心软弱，求主赦免，加添阮信心，互阮会用个确实彼此相听。天父上帝，当阮伫媒体看到以色列甲巴基斯坦的战争，百姓每天拢伫惊吓过日子，因为以色列人毋肯联合国的物资进入加沙，所以百姓陷入苦境，无物件通食。求主怜悯，互战争早日结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毋肯停止。求主，你互侵略者空倒转去，互战争早日结束。主啊，缅甸伊无烧战，但是伊的国内内乱不断，互百姓无法度正常生活。阁有八级的地动，真侪厝体拢倒去，百姓无厝通住。求主保守看顾。互世界各国的帮赞会使进入缅甸，互百姓得到照顾甲帮赞。
主爱天父，我教会中的兄弟的需要，我嘛爱替因代祷。有3秒，好人母仔囝，求主保守看顾，因带因头前的路站。李春梅姊妹会用认捌真神上帝，伊的病痛会得到医治。陈正昌弟兄伫工课、家庭照顾伊的妈妈，拢会使信任。韩宗安甲苏华爱照顾家庭，阁爱照顾老母，求主你祝福因家庭平安幸福。素儿姊妹还阁伫病院治疗，求主你医治照顾伊，使伊平安。这时求主你安静阮的心，听牧师要甲阮分享的真理。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更归献给上帝，愿更献有信心赞美上帝，造地的在地的，将来呀永远的的。这时，咱来启用启文第52篇，我来启兄弟来引。恁着找做无星甲参星迄位，年变做早起时，和日时变做暗暝。叫海水来摒伫土地上。伊的称呼是上主，伊互勇猛的人忽然面目，和堡垒毁坏。令万分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让互讲真实的人，因为恁欺压善车人，抢夺因的美娘。恁用雕琢的石头起厝，毋过袂当踮伫迄内面。恁栽种好的葡萄园，毋过袂当啉家己结的酒。我知恁的罪过有偌多，恁欺负义人，受报落，伫城门口冤枉善车人。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的时势，会静静无讲话，因为时势邪恶，着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有活路。安尼照恁所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才会真正甲恁同在。着怨恨邪恶，意爱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检采会对这个国家所存的子民显出仁爱慈。上主讲：我厌恶，搁看轻恁的志气。嘛无欢喜恁的大智慧。虽然恁献烧化祭甲素祭互我，我袂接纳。恁献肥的精神做平安祭，我嘛袂接纳。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恁弹琴的调我无爱听。总是着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互正义亲像江河长流无停。这时，咱来共听上帝话，伫民数记第27章第1甲11节。约瑟的后代马拿西支族中间，有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希户的囝、西罗菲哈的查某囝，就是马拿、挪亚、哈拉、米迦、迪撒。因来会幕门口，徛伫摩西、祭司以利亚撒、甲正首领以及会众的面前，讲：阮老爸死伫旷野，毋是因为甲可拉迄
党的人斗阵攻击上主，是伫家己的罪中死。毋过伊无后生，是安怎？因为阮老爸无后生，就将伊的名对伊的宗族摕掉，且对阮老爸兄弟分产业互阮。摩西就将伊的案件提到上主的面前。上主命令摩西讲：西罗非合的查某囝讲了有理，你一定着对因老爸的兄弟分土地，互因做产业，互因继承因老爸的产业。你嘛着吩咐以色列人讲：人若死无后生，就着将伊的产业分互伊的查某囝。伊若阁无查某囝，就着将伊的产业互伊的兄弟；伊若阁无兄弟，就将伊的产业互伊的老爸的兄弟；伊的老爸若阁无兄弟，就着将伊的产业互家己家族的至亲继承。这个是摩西照上主的吩咐，要做以色列人的规例甲命令。以上上帝的话，互咱刻伫咱的心中。这是教会诗班要来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歌是：我的性命献互你。
愿这水的歌声，食做香香的者，达到上帝遐。这时牧师要甲咱分享，主题是基于应许的信心祈求。将时间交予牧师。林牧师，各位兄姊，大家平安。平安。咱三脚来祈祷，亲爱的主，恳求你的圣神充满阮，互阮会当一生来跟对你，奉献互你。我来感谢祈祷，上课主耶稣圣名求，阿门。真欢喜有即个机会，当来甲南洋教会来请安吼。我旧年若捌来过吼，毋知各位敢袂记哩？我迄时阵帮南澳教会来请安，因为去教会，所以因迄时阵有一寡建堂的募款，所以迄时阵林牧师嘛真欢喜讲，有即个机会当请南澳教会的牧师来分享。结果迄时阵牧师讲袂晓讲台语，所以就讲麻烦我过来一遍。我迄时阵嘛有甲各位讲过吼，我一当干那讲一遍台语。功德，吼，是安那会当会讲一遍尔咧？因为我迄时阵逐年即个时间，我拢会帮玉山新学院来请安，所以我敢若有即个机会会当讲台语，因为我是伫泰雅族的教会咧服侍，所以我一年敢若讲一遍台语。啊，毋过今年咧有即个机会会当来甲南洋教会，啊，搁后礼拜爱去罗东教会，所以我今年讲2遍台语。我最近因为有看南洋教会，大同区、台中区大同区会宣教士，大部分的大同区会咧，伊自差不多3、5年前开始到今嘛吼，陆陆续续咧庆祝教会70周年，吼。迄时阵呢，一直到1984年的时阵哦，大东区的教会，佮南澳区的教会，伊才归入泰雅总会。所以迄时阵我就咧看讲，其实南洋区会的教会，参大东区佮南澳区是较早是算讲做紧密连结。而且呢，大中区甲迄个南澳区的宣教。迄时阵有2个牧师真正用心来帮赞，一个是叫王英士牧师，王荣信牧师的爸爸，佮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师，伊叫戈德恩。所以今仔有即个机会来甲南洋教会来请安的时阵呢，我嘛望讲透过即个机会，会当参南洋区的教会，会当参迄个大中区，也是南澳区的教会，有较紧密的连结，透过即款的情谊呢，嘛会当来帮赞讲玉山新学院。望各位兄姊会当用行动奉献祈祷来帮赞，求上帝继续来帮赞玉山新学院，甲牧者的培育。因为呢，特别是这5年到10年的时间5年到10年的时间。你若正常退休的牧师吼，以阮泰雅总会来讲，差不多40个，5年到10年自然退休哦。若不包括遮个雄去互上帝接走的遮个，也是讲伊雄无法度服侍，无包括遮个，干那5年到10年的时间内底要退休就40个，40个差不多占阮。占1/3，这1/3，毋过一年培育的新学生呢，无遐济。所以5年到10年的时间，不管是泰雅总会，还是其他的原住民的教会，拢会出现叫做牧师荒。所以要安怎面对这个情形呢？就是要靠各位兄弟姊妹来为新学院来祈祷。我今仔要分享的经文呢，是伫民数记27章第1节到11节。啥那我会分享这段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因为阮教会即马咧用活泼的生命，这是第4礼拜的小组分享的题目，所以我就透过这段经文，
咱来思考讲，到底咱用什么来向上帝来恳求，来向上帝许什么愿？当咱许愿的时阵，咱要安怎用咱的信心来恳求讲，上帝你真正会应允。啊，伫即个经文的背景呢，犹太人分配财产的原则呢，参咱台湾的民法，就是一般的通理啦吼，甲原住民的习俗呢，拢差不多。是安怎会差不多呢？伊会保留迄个土地，嫁出去的查某囝袂当转来分土地，因为啥那袂当转来分？因为土地啊愈分愈少，而且迄命咧会过生，就是姓氏会不同。啊，我们以前较早迄个台湾社会就讲，祖先的土地会当互白袂掉的，也是讲过互无共生的人袂当。所以伊就安尼来保存祖先的土地，会当伫即个家族还是氏族内底会当继续来传承吼。啊，今仔日讲到一个主角叫西罗非啊，伊无后生，干那生5个查某囝。啊，毋过这5个查某囝到底有嫁出去，也无嫁出去，圣经无甲咱讲哦，所以咱莫去烦恼即个问题吼。所以伊的这5个查某囝就到摩西。啊，甲祭司的头前讲，要求摩西会当来主持公道，因为因敢若生5个查某囝，其中因爸爸已经伫旷野内底已经去上帝遐吼，啊无查甫人会当来继承迄个土地，所以伊即个家族，因的家族，即个爸爸的即个家族，就会向除名。因为无向纪念啦吼。啊，毋过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吼，查某囝来分土地，敢有违反律法？迄时阵的律法有规定讲，干会当互查甫的哦，查某的袂当分哦，所以是违反的哦。也毋过来讲呢，还未出嫁遮个查某囝，伊无土地，伊要安怎生活落去？就是伊无生产工具啦。伊无当维生，啊，伊要安怎继续活落？因为无土地就无法度生产粮食嘛。啊，伊要安怎继续活落去咧？所以律法咧规定，律法是安尼规定哦。也毋过人爱活命，啊，到底对一款较重要？各位当思考看卖啊，到底是活落来较重要，还是遵守律法较重要？活落来较重要。所以律法的意义咧。伫新约内底咧是讲启蒙老师，就拿咱幼稚园迄启蒙老师共款吼。所以新约内底讲的律法是一个基本上会当互你认捌神、认捌即个信仰的一个物件。所以透过律法是要来认捌啥？认捌上帝。啊，咱新约内底讲捌基督，所以是带咱到基督迄边。所以咱有时讲传福音是啥意思？毋是讲甲基督带到迄个人头前哦，是安那甲人带到基督的面头前。所以咱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会当参与讲足侪福音的好消息，也是讲咱的信仰的见证。也毋过讲到尾啊咧，一定要讲着啥？基督，基督。所以咧，即个过程叫做因信称义。因为信，你有相信，所以会当参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加拉太书3章24节9。所以上帝甲人的最后的目的咧，毋是讲干那守律法就好。你会当讲一个遵守律法的人是一个好人吗？至少伊毋是歹人嘛，对无伊毋是歹人。啊，毋过你讲伊是一个好人吗？也无一定哦。因为咱伫信仰内底讲的罪是啥物事？有2条嘛。第一条就是讲啥物？你莫去做上帝讲袂当做的代志嘛。这就是意思要遵守律法嘛。啊，第2条咧，爱去做上帝爱你做的代志。啊，毋过通常咱即条拢较袂。
咱会去遵守讲袂当做的代志，啊，毋过叫咱去做的代志咧，通常较袂去做。通常咱人的心态就是拢安尼嘛。所以一个遵守律法，讲莫去做歹代志的人，你会当讲伊毋是歹人，啊，毋过是毋是好人，咱就毋知。啊，毋过一个伊愿意去遵守、去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你会当讲伊是一个啥物好人。所以伫上帝的律法的关系内底，咱毋是干那守律法尔，咱爱啥物？去相信上帝疼有伫咱的心内底，而且你爱表现出来，互人知影讲哦，你即个人是安那信上帝的人，咱是安尼做出来，做一个好的见证，互人。所以咧，咱伫新约时代咧，咱追求圣性。所以圣性是爱入来咱的心内底，将石头的心换做肉心，而且咧，咱爱更新咱的良心甲迄个对神的感觉。甲人讲，上帝介意什么物件？上帝介意的是圣洁，啊，上帝讨厌的是啥物？罪恶。所以咱爱去透，毋是靠家己哦。牧师讲遮，毋是讲要叫咱家己去用咱的困难，用咱的智慧去拍拼，毋是。你爱靠圣神来帮助咱，互咱会当行出迄个上帝介意的圣洁，啊，无去做上帝不爱咱做的罪恶。所以咧，守律法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尔哦，基本的。你毋通讲啊，我有守遮个律法，我有做，牧师讲我爱来教会，我爱奉献，我爱祈祷，我爱读经，哦，我有做着，赞。啊，毋过毋是安尼做半少哦，你爱超越遮。牧师无叫我做的代志，也毋过我感觉神有感动我要去做的代志，我会当去做。啊，上帝感动咱做啥物代志？爱上帝爱的物件。啊，莫做上帝无爱咱做的代志。所以上帝爱人长大成熟的记号，就是讲啥物？伫心灵内底顺服圣神的大领，安尼去做出来，毋通干那感动尔，感动了咧，爱去做出来。哦，所以咧，西罗非亚这5个查某囝咧，伊就徛出来哦，讲我爸爸的命爱留落来。袂当拄安尼伫以色列的命来当中来拄掉，所以咧，伊无接受即个律法的安排哦。因为律法规定查某囡仔袂当安那继承土地，所以伊就甲徛出来讲，甲摩西讲安尼袂使，所以阮爱有即个土地。所以咧，其实即个土地只是一个名尔哦。土地只是一个咱看会到的物件，啊，毋过因较无的是啥物？迄看无到的物件。所以咱意思讲，其实这是一个啥物？生命册，哦，生命册。伊伫以色列的土地内底有名，表示讲伊要纪念讲伊伫上帝国内底嘛是有名有分，哦。所以咱即马无遮个物件嘛吼，啊，毋过咱即马有啥物会员旗吼？所以会员节也是很重要哦，所以摩西听到问题了后咧，伊毋是讲啊，这代志简单，我家己解决就好，也毋是找一个智囊团，哦，咱通常拄着问题拢安那，敲电话，谁会当斗相共，也是讲捌拄着这款代志的人，敲电话问伊看，这代志要安怎处理？毋过摩西毋是哦，伊交托互上帝。伊去到上帝面头前，甲这个问题讲互上帝听，所以咱伫遮会当看见，摩西参上帝是有真亲密的关系。啊，咱即摆时代嘛是共款哦，因为咱即摆讲信徒皆祭司嘛，人人皆祭司，意思讲，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毋是干那牧师，毋是干那长老，就是。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会当直接向上帝来祈祷，所以咱拢望咱的关系会当啥？像摩西甲上帝共款。
咱要有即款的渴慕啊。咱毋是干那讲啊，有拄着代志啊，牧师啊，替我祈祷，长老啊，替我祈祷。咱爱先家己安那，家己徛出来祈祷。啊，犹太人的律法这拄有讲过吼。第三点来讲，查某囡仔无嫁娶，啊，毋过呢，伊出嫁的时阵呢，有啥物？有嫁妆。哦，意思讲你参即个原来即个家庭安那，毋是无分哦，毋是断绝往来哦，是安那没有财产上或土地上继承的问题了。意思讲你人工袂当去转来讲要分财产哦，袂当。迄个你所有该得到的遐个财产拢安那做嫁妆互你啊，哦，所以呢，西罗非亚的查某囝就因为讲安尼袂当。哦，袂使，所以伊提出澄清啊。啊，上帝破决咧，就是律法的形成。咱知影讲犹太人的律法原本修实践嘛，上帝透过摩西来颁布实践。啊，实践毋是完全的律法嘛，淡薄仔像咱台湾的讲宪法共款的，啊，过来叫法律，哦，犹太人律法几条？613条，所以就主要开始。啊，毋过伊无法度规范讲所有的代志拢会当得到解决嘛，所以就开始安那解释文的出来，哦，解释文，所以就安尼形成越来越多的律法。啊，要安那？毋知要安那，因为尾仔就不知道从何遵守了。所以咧，上帝就讲，西罗非亚的查某囝讲了有理，这个有理咧，字面上的意思就讲有义，意思是讲，其实这个因透过这个争取的过程内底，会当参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袂去用除名啦吼。所以表面上咧，因争取的是继承权，啊，毋过其实伊是争取啥物？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的祝福咧。愿意拍拼，参上帝有合一关系啊！意思讲，当你参上帝有迄个渴慕参上帝，哪来咱亲密的过程当中，你会当去参上帝，上帝会祝福互你啊！所以咧，继承权的顺序就是：第一个，你若无后生，就互查某囝；啊，若无查某囝咧，无后生，无查某囝，无生，所以你会当互你。的兄弟姊妹，你的兄弟姊妹，弟兄啦，毋是姐妹。即摆讲继承权，干那有男性尔吼。啊，过来第三项呢，互恁爸爸的兄弟，互恁爸爸的兄弟哦，所以就是咱的啥物叔伯嘛，阿伯阿叔遐个哦，爸爸的兄弟啦吼。啊，过来第四咧，若拢无咧，近亲。啊，毋过这个近亲呢，要特别注意吼。因为迄时阵以色列人，上帝甲讲，以色列人讲要分土地的时阵，是用啥物来分？支派，啥物支派伫啥物所在，所以因的继承嘛是用支派来继承吼。所以淡薄仔像咱即摆概念是啥物？用姓氏，哦，用姓氏来分，哦。所以信仰呢，毋是爱咱看会到的物件，其实咱是要看爱迄个。看袂到的物件，就是上帝的纪念，啊，上帝的纪念。所以咧，当咱满足上帝的心意的时阵，就是咱爱上帝所爱的物件，啊，恨无介意上帝无介意的物件，这个人一定会蒙福吼。啊，毋过伫遮咧，爱特别讲一件代志，就是讲，其实西罗非亚的女儿咧。分财产，伊讲要继承遮个土地的时阵，以色列人还袂入去迦南地哦，所以迄个土地无通有啦，就是讲你敢若可能有迄个土地权状，啊，毋过迄个土地，搁伫啥个手中？原本迦南人的遐原住民的身上吼，啊，毋过伊会当勇敢来提出的，伊讲虽未见可以成就，却要信以成就有余。意思讲，这就是信心。虽然讲我还未看到迄个土地，而且迄个土地我嘛无法度去耕作，啊，毋过我已经相信我已经得到迄个土地。
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18节的是讲，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因唔是干那相信讲家己的得着，因是相信什么？以色列人要得到迦南地，所以因勇敢向摩西来提出。所以咱4月20日拄过复活节嘛，我伫讲道当中提醒阮教会兄弟姊妹讲，复活节是一天着。啊，毋过咱爱参上帝复活大能连结的时阵，毋是干那复活节一天，是爱咱所有的时间。你伫生命当中，你在这个地上多久的时间，你得爱参上帝连结，参即个耶稣基督复活大能同在。当咱有耶稣基督复活大能同在的时阵，咱就袂去死守律法，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还袂讲煞。啊，毋过我特别来分享讲吼，其实玉山新行伊是足远的啦吼。因为像泰雅族的分布，各位知道吗？对，台北乌来一直到南投山上都是泰雅族的地盘，所以有一特别是最近的新学生，大部分拢对桃园新竹去玉山新行伊读册，所以对因来讲路途真正有遥远，而且因无法度定定有时间转去到厝里，特别是为的是像我嘛是结婚我才去读新学院的，所以有时阵因可能少年厝里的太太甲囡仔。所以因无法度安尼去定转去到厝里，所以对因来讲，因的读册，不管是对因的亲情，对因的学费来讲，拢是足大的负担。因伫即个款的过程当中，伊愿回应上帝的呼召，认真去读册，而且未来要做一个传道者、牧者，而且是抽签哦。泰雅族来讲，伊是抽签，比如讲有3间教会申请传道师，啊，若5个毕业生咧，伊就3个去抽，啊2个就爱等看有教会牧师有退休，还是讲有教会伊有足够的财力会当申请新学生，也是传道师安尼。所以伫培育的过程当中，真侪挑战。所以有的挑战来讲，会读到一半呐，读袂落去休学。特别是对新学院的学生来讲，因的资源无讲介济，而且去实习的过程当中，有时阵有一寡教会拢较弱小，无迄个实习津贴，也是讲实习津贴较少，所以对因的生活嘛是一款的挑战。所以伫即个过程当中，要培育一个原住民的毕业的新学生，真正无遐尼简单。无像咱台信还是南信遐尼简单吼，因为伊的经费真正有较欠缺。特别是拄着旧年的04、03的地震了后，因一寡建筑物爱搁重新来翻修，也是安那。所以伫个过程当中，募款真正嘛是无遐尼简单啦。所以也毋望讲各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的请安，毋是今仔日替玉山新行祈祷，希望讲你伫咧祈祷的过程当中，拢会当替玉山新行院的老师、学生来共同来祈祷。啊，尾啊有一段影片，请各位来欣赏一下。唱出我们情。
谢谢大家。那如果有机会到花莲玩哈，我们也以行动来支持玉山神学院哈，可以去那边住宿这样子。好，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再次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使用南良教会成为玉山神学院的祝福，也愿你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继续仰望那看不见的，并且相信那看不见的早已成就了。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这时，咱来吟回应诗，圣诗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请起立吟全首。咱游玩徛着，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以本州耶稣人来受苦，变成地死，埋葬荣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现行，全国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的感恩奉献。请李恩心甲子祥执事。
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这个是摩西照上帝的吩咐，要做以色列人的规例甲命令。我一遍，这个是摩西照上主的吩咐，要做以色列人的规例甲命令。民数记27章第嘛。这是咱来看迎新报告。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无？宜芳，欢迎哈，来请。李小姐哈，搁戴长老夫妇吼，你们是啊，嘿，回娘家。咱看到伊伫大门口，咱真欢喜吼，嘿。这时咱来看报告，第6页。报告事项，本主日是玉山新行院的奉献主日，感谢罗兰教会吴鹏达牧师前来请安，谢谢牧师。请咱兄弟为咱的本庄的原住民神学教育来关心大道奉献。连咪第一场礼拜结束了后，要召开主日学的教员会，请老师备办心。主日第二场礼拜结束了后，要召开中集会，加中集有备办心。7月7号到11号。主日学要举办暑期采访营，咱欢迎咱教会的主日学小朋友以外，咱有亲戚吼，去咱的厝边隔壁若有小朋友吼，会使欢迎甲因带来遮，互伊有真好的学习。若有准备，敢若有要教因煮食，搁其他的活动，拢真活泼。第4项。咱各团体爱准备下一季的聚会内容，请伫个6月15爱交予办公室。具体消息，咱看第2项，6月18早上10点到12点，伫个大溪教会是福禄事工部要举办感恩礼拜。那愿意参加的姊妹，咱会使甲会长谢碧如姊妹来报名。那大多数项，咱的教会有兄弟，生病的啦，或者是种种的需要，咱每工拢替因祈祷，互伊成做因属灵的帮赞。知影咱真侪人拢替因祈祷，因的心嘛会真安慰。搁有
下一季的，就是下一个主日的要服侍的兄姐，咱大家要有备办心。再来就是咱的会计报告，大家请过目才会奉献。如果有重大的，咱会使向办公室来更正。只是，我请牧师，毋知还有报告无？分享这边安。咱安尼感谢有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来分享玉山新学院的欠缺甲需要，咱也共同来关心咱本宗的即个新学教育。像头仔牧师所分享的尤其咱特别伫少子化了后，咱教会的即个对牧者的欠缺会哪来哪严重？那就照台神即个院长蔡慈伦牧师伊所分享的咱安尼，咱的规个教会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共会有差不多欠400个牧师啦有400个牧师要退休，有差不多将近安尼嘛共款会有400间的教会会无牧师，所以咱若无有搁较侪的兄弟安尼有迄个款的感动欢喜来互上帝使用，来参与伫咧即个神学教育以及安尼会通来培养搁较侪遮个神学遮个神学生，以后通伫教会内面会通诚做服侍者安尼教会会哪来哪欠缺以后可能就一个牧师可能爱分担3、4间的教会来去安尼轮流去巡回即个现象，即摆伫咧原住民的教会可能会哪来哪严重，因为原住民的教会搁较侪间拢真弱小搁咱若有去看即个神学院的即个网站面顶今年即摆迄个报名的人数以早若安尼大学硕士的报名，差不多应该上少每一年拢会有30、40个来报名上少。即摆毋是即摆是10几个即摆是10几个所以咱就用知影讲即个现象伫咧过无偌久就会发生，所以咱嘛安尼鼓舞咱教会内面若有安尼优秀的人才，欢喜互主使用的，咱嘛鼓励伊来去参与伫咧即个安尼装备家己以后诚做教会主的教会的路用。咱伫咧即个报告内面有即个第3项，咱注意到伫咧即个7月初7到10日要即个举办即个暑期的即个营会请咱会通安尼鼓舞咱的遮个子孙会通安尼来参与咱嘛安尼互因赶紧的来报名特别有讲到5月底进前报名有即个早鸟350元咱安尼会通紧来咱的即个校长、崇和校长来报名。若要看内底的内容，咱嘛会通去到伫公报栏来看即个海报。以上的补充。这时，咱来吟上咏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煞请牧师祝祷。满心感谢你，互阮对主你领受恩典，让阮会通看见
服阮的机体内面的各种的需要，互阮就参与伫咧迄个内面，成做助力祝福的来源，来互侪侪人也来，因为阮对主你所领受的疼，来领受着主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来充满伫因逐人的内面，互阮会通安尼实践主你对阮的命令，甲着对阮的教示，互阮真正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迄款安尼生命款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血因、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只要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